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新野糖厂的活化再利用，会当带动在地产业的发展，互当地居民拢相当的期待。不过，议员赵坤元却发现，原本伫个糖厂要规划动漫园区，结果即马才知影已经取消。伫个总之孙相当的不满，认为市府欠新野人一个公道。议员赵坤元已经市长赖清德明确表达支持，要将新化糖厂活化设立动漫园区议案的签署承诺，甚至肯定伊大步向前的竞选政见。不过，乃到今年这个会期，督发局的工作报告才发现这个案已经取消。会中伊对啦强烈表达不满，批评政治人物拢发爽的欠新野人一个公道。嘛，烦恼已经有数家工厂要签约进驻，所以要求市府积极甲台糖协商，唔通互糖厂只存高值收获。你伫遮，阮咧问你，官方的官方的董事陈美玲，你拢外地的呢？你也是糖厂的官方董事，你怎啊讲？伫会议厅讲的，真的董事长是国民党咧做。无法度，好啊！阮新野人搁等2年，蔡英文上任，民进党执政，董事长有无？有同意无？董事长有同意无嘛？换2个董事长，甲真个无认同新野糖厂配合台南市的开发，我白来嘛？你讲爽的尔嘛？敢是？像迄个政治人物就是讲爽的嘛，你当时建设的要甲新野人讲，阮去要来开发做啥？阮选一个本地去，结果唔做，到有甲新野人回一句实的，我做袂到，敢有？因为当初其实动漫啦，真正有落去做规划，不过是当初是想讲要从糖厂会当合作，因为一档的土地租金3400几万吼，这实在毋是市政府会当去负担的一个租金啦吼，所以目前的重点是讲，咱来抗动这几间古迹历史建筑的修复，有一栋今年会当发包啊，咱也协助糖厂争取到3400万啦。议员除了烦恼新野的建设跳票，嘛烦恼溪坝淹水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旦雨量上大，会造成溪水溢出河内大排，加上90度的转弯，甲汇集水位以后上悬，造成集水溪北岸全部涨水，所以要求水利局以分流处理，嘛会增设抽水站。所以减水真正足无奈的啦吼。互恁较早做迄个华来大牌入来头伫台中卖遐一个冲击，我真讲哦。即摆来恁即摆佫做过到后壁面，佫做一个分流，嘛是佫咧甲华丁港佫做一个冲击，吼。所以主要无行，咸水街面就拢食水啦。咸水街面就保证饮水啦，吼。即个水流就是安尼嘛，吼。即形势，因为过去是直接行到下中，即摆做迄条外环道路已经冻起来。就是水爱做分流，感谢呢。是，真咸水的地势，就是安尼处理。我希望市场更加用心一下，分流的部分，找一个适当的所在，甚至牛寮啊迄边，牛寮啊袂当过下中，牛寮迄边准备抽水站，安尼拄着预防万一啦。安尼无你啊，水规个拢拼伫华丁港也好，咸水大排，我保证有人啊偷袂离，拄着初一15就偷袂离啊。议员表示，只要对地方发展有帮助，伊拢愿意全力配合争取，千万毋通各互新野人一直失望。第一新闻根据郭博义采访报道。徛伫偏偏是少年人的角度，议员沈振东伫个议会总质询检讨市府的青年创业贷款无好申请，而且资源不足。
另外嘛关心各族群的福利政策，希望市府整理好势，做一摆上网，互民众会当清楚知影家己的福利，毋免到市府各局处一个一个找。宜兰省震动的即阵对保障清洁人员伫本社火球车安全的细节，争取顶美特色公园伫共一年度规划设计等议题，一直到争取希望市府会诊各单位的福利政策，互民众都来当透过1999的热线来反映，卖当一摆看清楚家己的福利，方便民众上网查询。看到的是新北市，他现在自己福利自己查。其实呢，很多的业务单位，包括我们的兵役也好，生活因素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辅助，或者是创业基金，我想它是一个非常便民的系统，它把全部的资料全部一搜罗在一起，这可以让我们的公部门可以更加的轻松。在家里面，青年或者是长辈会用手机的，或者会用电脑的，就可以直接把我们需要的，或者是我们可能需要申请的东西，全部在上面一次看清楚。我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请我们主委未来除了1999的市民服务电话成立完之后，可以再增加一个便民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市民在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而不用到各区公所说发现自己的资格其实没有这么的符合，然后呢这舟车劳顿。我们上次在委员会有稍微提到那个社会局的一个案子。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是先来做整合，因为各局处有很多不同的议题，就是主题的不同的话，我们可能会有长出不一样的一些整理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先来会诊各局处，包括刚才议员所提到的一些社会福利或者原住民或者是其他或者是劳工福利。那我们希望把各个资料先来做会诊，再就议员部分有几个主题跟议题的方式来做整合。多年讲到市民福利部分，其中有新的服务，包括婚后健康检查、律师、消防、公车的健检专车车主补助，以及做未来到处服务等等，议员拢一并向市府来争取，希望让民众感受到市长施政的温度。市长说过一句话，我们觉得非常的支持，我们也非常的认同，就是说不要用迁户口比赛，用发钱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人口数的一个看待。原因是因为我们也很多的市民朋友，其实户籍不在这边哦，他们都在桃园哦，都在别的县市哦，所以呢，他感受不到我们台南市到底对他们做了哪些好事情，让他们不愿意把户籍迁回我们应该住的台南市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期待说可以有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好运专车，还有我们坐月子到宅的服务这3点。那第一个我们要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的县市都有在做我们的孕前健康检查。那这些不外乎检查，其实价钱上来说都是卫生局这边可以去努力去争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补助。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会跟国健署来建议了哈。那像这一些呢，这个孕前的这个健康检查是在现代的医疗是必须的，但是还是以智慧来做了哈。那至于所谓的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如果没办法负担的话，这个是可以来考虑的。家己偏偏是少年人的角度，伊我嘛关心青年创业贷款无好申请以及资源不足等议题。对此，市长表示，未来将计划设立专职的窗口来辅导创业青年，就参照经发局辅导社区共款，达到100%的补助标准。台南新闻郭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王家珍上午的总质询，对着卫生局长相当有意见。除了这期卫生局加开钱设立的 LED 电子看板，带头制作公害以外，另外包括自杀风地的评比是6都上尾啊名，以及提高咧设立指挥中心的相关作业规范，议员拢要求爱做检讨。议员王家珍承认市长对家己施政满意度拍80分，来以了解其他各局处长对家己的评分阁是如何。希望真正拢是严格来自我要求。其中话一转弯，就是要来质疑卫生局长。议员认为，偏偏是宣导政策，小东路有 LED 电子看板一直拍远，结果卫生局阁加开8万来新设，加上7案当中迄款的光度。议员批评政府带头制作更害。同样一条林森路，没有几个 block， 那边的看板放在那边，荒废那么久，不要去加以利用，又花了将近100万元做这个看板，做这个看板也就没有关系。来，接下来，报告你看一看这个灯害，
你看看这个光害，我自己亲身经过不止一次。所以你刚刚讲很好，局长，你非常聪明，你在测试。我告诉你，你的测试不合格，政府公然带头光害百姓，残害百姓。那个位置怎么会适合放那么亮度的一个 LED 灯呢？真的不适合。接续同款设定卫生局业务，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有组织甲自杀防治议员家珍对着自杀防治的评比，结果咱台南竟然伫6都排尾仔名，互伊完全无法度接受。我们今年的6都评比，我们的自杀是6都第一高。我要跟议员报告啊，那个同仁也相当的努力，那市民朋友也相当的努力，包括这个博物组辖区的活动。但是呢，我要告诉这个议员，这2年呢，大概6都里面呢，唯一这个变成负的就只有台南。台湾的钟志顺申请国旗衫，嘛表明要替共党参选2月冬季来到宣传，希望有机会翻转台南。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原本是乌道大哥，到改革自新成为牧师的李伯利，即届为了反对同婚法案，坚守一男一女的价值观，接受安定力量联名的征召，参选第5选区的立委。李伯利强调，就是要为公投760多万的民意，讨一个公道，为爱来征战。为了表达伊对同婚法案的烦恼，李伯利除了把时间在伫街头卖力宣传，嘛一步一脚印行向人群，希望大家从去年公投为爱家、为后世代个行出来，无选人、无选力，伊要替大家出一口气。参选初衷是因为我们去年爱家公投有760万票，那是为了爱家。对，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婆婆妈妈。对，触鼻逃位，没有财团的支持，但是这个议题关乎每一个家庭，所以就把整个事情晕开了。当每一个人发现这个议题是关乎我的事，不是我来支持某一位候选人你的理念，而是这个理念、这个议题是我家的事，那他就会把这一场选战认为是自己的选战，然后在他的生活圈。每一个人成为爱家代言人，所以这次的参选，我觉得，要希望能够把这个家庭跟教育是一个国家根源性的问题，能够一起来为老百姓发声。李伯利牧师对辅导金星人生命中建到走向政治路，伊坦承拢毋是伊先界规划。就单纯一份使命感的催逼，强调反同婚不是制造社会对立，而是一份爱甲愿望的社会运动。宣传这个理念，实际上我们资源有限。那坦白讲，有北部有财团要找安定力量，对，要支持安定力量。但是安定力量评估之后，如果有资源，就会有包袱，就得听话。那我们决定不忘初衷，我们不被金钱给绑架。就像去年的爱家公投，真的是因为爱耶，爱是牺牲，爱是委身，爱是责任。爱的定义要重新被恢复，所以因为有爱，蚂蚁雄兵会动起来，婆婆妈妈会动起来，它会成为一个运动。只要大家这个绝望，突然他看到光的时候，光进去，心活过来了，就会生出盼望，蚂蚁雄兵就会动起来，整个爱家人士就会动起来。所以我们会打一场完全跳脱过往政界的一场选战。面对第5选区有现任优势立委，有7连霸实力议员，以及反蓝铁山东的阵仗。不过伊议员真有信心，就像进前爱家公投，嘛唔知最后有765万票的力量，所以向上帝祈祷，卖上输赢，就是为爱来征战，一切交托给主。主，我不是要做第一，不是要打赢这一场选战，我要打一场美好的仗。就是我不以胜败为念，重要的是我全力的，我积极的去参与。我知道我为谁而战，
我不是为了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根本不是往政界。我因为要往政界，我实在是每天焦虑的不得了，那不是我想要走的路。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我不能把神关在教会里，我应该要把神就是爱，把这个爱传递出去。对，所以我说主，让我的心不改变，你保守我不落入试探，保守我能够随时依靠你，然后不被世界的潮流给影响，而能够带出一个不一样的气息，能够在台湾的政界让人们看到希望。如何将南部百姓爱家民意、教会等各界小听的力量转化成实际选票，拢交由时间来印证。台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跳脱传统选举，严肃紧张的气氛，立委陈廷辉即届要竞选连任，特别举办滚那场温馨的亲子活动，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民众来互动。第一场的菲菲姐姐亲子活力派对，在1月17号礼拜日，将伫小巴夜市广场甲大家来见面。需要2个人协助清拆。模样古锥的陈廷辉造型大头翁仔菲菲姐姐，将伫咧这个周末甲大家见面，有别传统选举活动。立委陈廷辉这次选择举办菲菲姐姐亲子活力 party， 现场除了有气垫游戏区、童玩闯关区、魔术表演以及碰糖、棉花糖 DIY 等趣味活动以外，还有菲菲姐姐欢乐带动场，非常适合全家做伙参加。第一场正式上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菲菲姐姐亲子活力 Party。那为什么叫活力 Party 呢？因为我们有闯关游戏。那闯关游戏除了有红外，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个体育运动。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呢，不要只是在家里面呢，好像就是这个玩手机啊、玩平板啊，而是他可以走出来。然后呢，除了可以这样动一动以外，我们还有棉花糖。大家都知道，小朋友看到棉花糖就像这个很高兴啊，好像就是这个掌握不住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碰藤，就是我们过去的古早味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希望说闯关完之后，我们会有一只叫飞熊站，飞熊站希望可以借着这样子，让我们小朋友，你闯关完之后，还有一个鼓励的小小纪念品，然后你拿了这个小小纪念品之后呢，还可以去玩棉花糖，还可以去玩碰藤。那我们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气垫游戏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叫活力趴呢？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一个早上应该就会很累了，中午回去就可以好好的口了，所以叫活力趴啦。所以我们以后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主题。陈廷辉表示，台南市区长期无公共托育的场所，真侪少年的翁仔某上烦恼就是唔知影放假时阵会当带囡仔去倒位佚佗，因此特别举办亲子活力 party， 一方面会当宣传政府的育儿政策，互硬邦邦的政治嘛会当变甲真温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
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第一届台南安平游艇展11月22號到24號，將佇安平野國遊艇碼頭盛大開展。為了甲高雄遊艇展有分別，安平遊艇展規劃用台灣第一場的嘉年華來進行，結合60個文創市集、國際級的表演等等，而且上屆有看頭的，就是現場坐價達數億的豪華遊艇。由野果遊艇集團主辦，台南市政府指導的第一屆台南安平遊艇展，即將伫咧11月22號登場。這也是台灣首次以嘉年華會方式舉辦的遊艇展，有別於其他的展覽。這次展出區域超過1萬坪，總共分為免費開放的草地區，以及會當參觀的遊艇碼頭。現場展出超過5億新台票遊艇以外，更結合60個文創市集、國際級的表演等，活動豐富多元。11月22、23、24將在安平舉辦安平遊艇展，這個是非常好的活動。尤其這次看到了總共有好幾十艘的遊艇，是真正的遊艇，而且是可以讓你登船的遊艇。那這個雖然有報名費，但是事實上你如果有報了名，然後準時出席，他會退你200塊錢哈。所以那又可以讓你有許多的遊憩的機會，包括沙灘排球啦，包括水上活動啦。包括這個登艇，甚至出海都有可能。那所以說，甚至有許多餐飲可以享用。那每天大概限額1500位哈。那現在已經網絡報名已經都截止了。那現場的若干保留票，當天可以再去搶購。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可以讓民眾了解我們台南是個對海、對水、親水友善的城市，也可以了解到說我們。水上的活動、水上的觀光，我們的將來將大力推展。主辦單位野果遊艇集團表示，台南安平是非常適合發展水上休閒，希望透過台南安平遊艇展的舉辦，除了會當幫助城市觀光行銷以外，嘛會當推廣遊艇休閒運動。安平這個地方哦，第一它的水域很好，靜穩度很好。以前的遊艇碼頭是做補給的，是做停泊，但是現在做休憩用，還要營造整個氛圍。你看國外哈，他很多人住在遊艇上，就是因為它有好的水域可以住在水上。那台南就是台灣唯一符合這個條件的，所以我們拿下來之後呢，因為由於環差的問題，我們時間 delay 了。但是我們在政府准許的範圍內，我們先完成62個泊位，那我們就趕快想說，利用這62個泊位做第一次台灣水上遊艇展，做嘉年華式的，不是只有參觀，還可以做搭乘。那希望透過這個遊艇展呢，可以讓國人了解遊艇跟帆船，當然是要賣船、賣遊艇，好讓更多人呢來參與這個海上休憩的活動。2019台南安平遊艇展即將在22號盛大登場。主辦單位表示，3天的展期預計將吸引超過3萬人參加，歡迎社會各界踴躍參與。這次台灣首次以嘉年華會風格呈現的展覽，感受遊艇的吸引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捲甲甲淺甲是兩種定期的指甲疾病，會造成指甲甲指頭變形、痛痛，甚至發炎感染。過去攏是靠手術切除甲治療，不過近年來已經會當用指甲矯正來取代部分的手術，不止袂有空喙，而且復發的幾率也降低真濟。新台朋友皮膚科醫師杜偉霆表示，過去傳統的治療捲甲甲凍甲，攏是以手術來切除指甲的脂質甲食肉，不過因為有空喙會痛痛，需要1-2禮拜換藥啊。不過近年來已經漸漸被指甲矯正來取代部分的手術，也就是用指甲矯正器這種特殊的彈性金屬線，黏佇個指甲的基座，
对下卷或者是当家施加压力，将指甲来恢复正常。手术当然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适合的方法。那如果是比较不侵入性的方法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胶带贴住甲肉，把甲肉往指甲的侧边拉，这样就可以减缓疼痛。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大概10几年来有一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指甲支架。那指甲支架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记忆的金属丝，它可以利用它的金属丝的弹力，去把指甲从比较弯曲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去把它拉得比较平。那这样子嵌入的指甲就被拉起来，卷的指甲会被拉平，常常很多病人就可以这样子得益，就可以得到疼痛的改善。医师强调，指甲矫正的时间，每一位患者状况无同，大部分放一间的矫正器，痛痛就有明显的改善。你治疗的初期，大约需要1礼拜到1个月期间回诊一间。拄位听医师嘛提醒患者，并不是所有的指甲周边痛痛，拢是甲卷甲、冻甲有关系，嘛有可能是因为指甲的霉菌、皮肤肿瘤等。因此，有指甲相关的疾病，是要找皮肤科的医师详细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